比起讀幾百篇博客評論，當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對你說去試試吧，真的很好吃時，是不是更讓你信服呢？人生也是如此，有些領域邏輯解釋不完，但只要親自經歷，瞬間就能迎刃而解。拿但業曾是一個非常多疑的人，他戴着偏見的眼鏡問拿撒勒還能出這麼好的嗎？那時他的朋友腓力聽沒有解釋複雜的教義，只是酷酷地丟下一句：你來看。約翰福音1:46，這裡的看希臘語 hora 蘊含着深意，它不僅是視覺上的數視，更是指用心領悟、親身經歷而認知。當拿但業站在耶穌面前時，耶穌早已洞悉了他的內心。耶穌說：你在無花果樹底下，我就看見你了。就這一句話，拿但業的偏見徹底崩塌，他的人生發生了從問號到感嘆號的轉變，確信道：他了解我，這位就是神的兒子。耶穌還給拿但業許下了更驚人的應許：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。51節，這是舊約時代雅各所夢見的梯子異象的圓滿成就。因着罪，神與我們之間的道路曾被堵死，但耶穌親自成了天梯來到世間。耶穌通過在十字架上的死拆毀了隔斷的，又通過復活敞開了通往神的大門。十字架成為了終結我們人生所有疑問與虛空，將我們與神重新連接的最強有力的確據。親愛的朋友們，現在輪到你們去經歷那個感嘆號了。我們正是此刻收到這份偉大邀請的主角。十字架與復活不是理論，而是事件。請帶着你們人生中無數的問號來到耶穌面前，耶穌會親自成為階梯，將你與神連接。你來看，祝願大家今天在這裡親眼見證那個驚奇的瞬間，讓人生的懷疑停止動搖，在十字架的愛中變為最清晰、最強有力的確信的感嘆號。